Hello，大家好。啱啱睇到有關姜濤嘅新聞，你有幾耐冇見過一個咁自信、咁輕鬆喺球場上面笑得咁開心嘅姜濤啊？今日呢，喺澳門個 NBA 舞台上邊呢，佢就用一球波話俾全世界聽，嗰個超中意打籃球嘅少年翻咗嚟啊！好，我哋冷靜啲先，睇翻單新聞講咩。話說姜濤、Edan 同 Stanley 今日就去咗澳門個 NBA event，仲同 NBA 個傳奇球星 Deron Williams 一齊玩添。表面睇嚟好似係一個普通嘅商業活動咁樣啫，但係對姜濤嚟講，呢個球場曾經係佢嘅噩夢。大家仲記唔記得上次佢打波換嚟嘅係咩？係受傷，係做手術，係一次好長好長嘅康復。跟住呢，就係排山倒海咁多人攻擊佢，話佢肥，話佢走樣，話佢唔夠 pro。嗰段時間呢，真係可以話係佢出道以嚟最 down 嘅日子。你諗下，一個咁中意打波嘅人，因為打波搞到自己受傷，再因為受傷而俾全世界恥笑。如果換轉係你，你仲敢唔敢再掂個籃球啊？但係佢冇放棄到喺大家睇唔到嘅地方，佢靜靜雞操翻 IG 嗰張相就係最好嘅證明。佢唔係為咗拍戲，唔係為咗開演唱會，佢好可能就係為咗等今日呢個機會，一個可以喺全世界面前重新證明翻自己嘅機會。返到澳門個場呢，當佢拎起個波嗰陣呢，全世界都眼金金咁望住佢，有姜濤嘅支持，亦都有等睇佢出醜嘅花生友。然後佢起手，個波喺空中畫出一條完美嘅弧線，跟住沙一聲應聲入網，一擊即中。嗰下全場嘅掌聲，我相信唔單止係因為呢球波射得靚，更加係為咗佢嗰份堅持、嗰份毅力、嗰種打極都唔死嘅精神。佢唔係同 D.V. 鬥緊波，佢係同過去嘅自己，同所有嘅負評戰鬥緊。而呢一球波就係佢嘅勝利宣言。如果從玄學角度去睇呢，姜濤嘅命格正好就係一種先掄後跳嘅格局。佢一定要經歷巨大嘅壓力同低潮，先可以儲夠力，再跳上一個更高嘅山峰。上次受傷就係冬，今次呢，求神之一球就係跳嘅開始。呢球波唔單止係一個入球咁簡單，更加係佢喺氣勢上嘅一次大反擊。話俾人聽，佢嘅運勢已經開始逆轉啦。咁你哋又點睇呢？你哋覺得呢一球波係咪就代表住姜濤一個全新時代嘅開始？佢嘅下一個高峰又會喺邊度出現呢？喺下邊留言啦，講下你對姜 B 2.0有咩期望？